中山絕對係2026年大灣區第一個起飛嘅城市，好多香港朋友咧最近都有留意中山，好多人咧講中山發展運氣太好啦，各種嘅發展紅利主動落地，連深圳咧都羨慕。唔信你睇下，2026年先過咗半年，中山大批嘅省市重點嘅項目陸續咁樣開工，力度咧非常之大，全年咧市級嘅重點項目一共有485個，總投資咗高達4076億元。旗江新城嘅基建、新能源產業園、世紀路、快速路等100億級嘅大型工程，全部已經納入咗建設規劃。同時中山打造咗珠江西岸低空經濟嘅核心嘅承載區，坦洲已經係聚集咗20多家低空產業嘅配套企業啦，多個低空產業園分階段咁樣投產，創造唔少嘅高薪崗位。唔少嘅深圳嘅打工族選擇跨城返工定居中山。近年越嚟越多深圳企業剛需嘅住戶搬去中山嘅，根源係中山早在幾年提前布局噶啦。第一，低空經濟、新能源、生物醫藥產業鏈完善，深圳上下游企業嘅遷移落地適配度高，唔使工作居住兩邊去割裂。第二，本土高校、中職技校已經係形成咗人才供給，持續係為呢個產業輸送咗勞動力，跨城就業選擇充足。第三，手握大灣區深中一體化、珠江西岸融合創新實驗區3大頂層政策，深中通道係直達深圳，大幅咁樣降低咗跨城通勤嘅成本。對比香港、深圳高企嘅樓價，中山置業嘅門檻係低好多嘅。有人話中山崛起純粹係靠呢個政策紅利，好多香港朋友專程過去睇樓嘅，大家又認唔認同呢？